未來圖係由兩組動畫以及兩組安裝咗移動浮城立體模型嘅機動路軌組成嘅。動畫內唔少山水元素係嚟自作者3張手繪嘅水墨畫作，包括環境圖5、環境圖6以及 M 理論3，成為動畫嘅背景以及當中漂浮嘅山城。動畫以奇幻超現實嘅方式，將中國山水畫想像性嘅可能推至極遠，並且透過呢件作品將21世紀大都會嘅諸多印象結合到山水畫中，反映時代。作品隨處可見幾何建築、動感火車、衝天火箭等等，構成新世紀下嘅山水面貌。而機動路軌上來回穿梭嘅浮城，係依照動畫內其中2個漂浮山城打印出嚟嘅，延伸作品嘅科幻成分。